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我今日咧會帶大家去睇下一個尺價10000蚊以下就能夠買到嘅全新洋房單位啦。我依家咧就係身處於屏山啦。雖然普遍咧屏山附近屋苑嘅成交尺價咧大約係萬零蚊左右啊，但係我哋今日睇嘅單位咧其實同全棟村屋嘅尺價啦，以及個冧心咧都係差唔多㗎。所以咧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一齊嚟參觀一下。簡單介紹一下呢度嘅物業資訊啦。佢係位於屏山嘅屏柏里8號。發展商咧係由遠東發展而成㗎。呢度咧總共係有8座嘅洋房單位，而佢嘅面積咧係去到2300尺至到2600幾尺，戶型涵蓋咗3房2套至到去4房2套，加工人套房以及係儲物室。每一座洋房咧都設有2個車位㗎。其實除咗揸車出入之外咧，呢度步行大約分零鐘左右咧就可以出返去塘坊村嘅輕鐵站，只需要搭2個站咧就去到天水圍西鐵站，又或者搭6個站咧就可以去到元朗西鐵站啦。再步行出返去大街咧，其實都有唔同嘅巴士線往返九龍同埋機場嘅。我一陣間咧就會即刻帶大家去睇下一個2400幾尺嘅洋房單位，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參觀落去啦。我哋依家嚟到5號嘅洋房，係一個3房2套加工作套房以及係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2421尺，再加咗個717尺嘅平台以及係341尺嘅花園。大門一入嚟嘅旁邊咧，首先會有一間嘅儲物室。地下呢一層咧係客廳。做咗一個咧迷你嘅吧台啦，呢邊咧就係客廳嘅空間。呢度咧嘅樓底係比較高啲㗎。我哋經過呢一個趟門啦，可以出返去自己私人花園位置。而前方嘅鐵門咧就係獨立門牌，可以出返去大街㗎。我哋咧可以沿住呢條樓梯啦上去睡房樓層。我哋咧由1樓上到嚟呢一度咧係飯廳位置。呢度咧可以擺到張8人嘅餐桌，有一個大落地玻璃。而呢度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。有個 L 型嘅置物台啦，分別有蒸爐啦、焗爐、明火煮食爐、扒爐、Miele 嘅抽油煙機。而另一面咧，呢度有唔同嘅收納櫃啦，有紅酒櫃、雙星盤嘅設計。再望返過嚟啦，左手邊咧可以擺下啲咖啡機啦。同埋雙門嘅雪櫃，呢度廚房對入咧有一間工人套房啦，配置咗有冷氣機。呢度咧係有洗衣機啦、乾衣機啦。除咗飯廳、廚房之外咧，呢一層咧都有一間睡房㗎。呢間睡房咧望返出去咧係自己屋苑嘅內園景觀啦，非常之闊落，足夠晒3邊落床啦。旁邊呢度咧可以擺梳妝台啦。同埋一個大型嘅衣櫃，
而呢度咧就係一個浴室。呢個浴室咧有一個非常闊落嘅淋浴間位置。咁我哋而家咧即刻上去睇埋2樓啦。上到嚟2樓咧，呢度總共有2間套房。咁首先帶大家睇咗第1間套房先。咁呢間套房咧一入嚟咧就已經有一個浴室。咁呢個浴室咧同樣配置咗個落地大玻璃啦，做咗個磨砂。咁呢度咧就係廁所同埋星盆位置。呢間睡房咧非常之闊落啦，做咗左右2各1張嘅小朋友床，同埋2組嘅衣櫃。咁我哋咧即刻過去睇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有一組大型嘅床頭櫃啦，足夠晒3邊落床，非常之寬闊。而呢面呢有一張嘅書枱位置啦，以及呢係一組嘅入牆衣櫃。而衣櫃對住呢度呢就有張梳妝枱。呢間主人套房嘅浴室啦，配置咗2個嘅星盆啦。呢邊呢有一個雲石打造出嚟嘅浴缸啦，以及係淋浴間。成間主人套房呢，感官呢非常之闊落㗎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帶大家上去睇埋佢哋天台部分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天台部分啦。咁呢個天台嘅開積咧都係方方正正㗎，即刻俾大家去望下啦。咁其實以一個唔使1萬蚊1尺可以買到洋房單位，以及連埋2個車位咧，相信喺市場上咧都係比較少一啲㗎啦。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想參觀呢度咧，歡迎聯絡我索取更加多嘅資訊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啲咩意見嘅話喺頻道下邊留言話我聽，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